是今年过年晚会的主办单位，他们曾经表演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，没有装内裤，表演者都在前面，洪耀胜一个，吴清伟一个，还有叶金孝。好，来到你的表演。今年的过年他们要豁出去了，一丝不挂的在大家面前呈现。今天拉高点跳得好，高点的这个负债200多亿就要看你们了。